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。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。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林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修缘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就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此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此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照起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
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两遍得超生，此念三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此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十叩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。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就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便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金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照起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
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10叩手。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姓氏陈金弟子赵鸾，长明，姓女王佩仪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愿以将以上上诵诵经经功德功德回向于弘毅伟前贤，回向回向于于弘弘毅毅为为前前贤，贤，恳叩祈求恳叩祈恳叩求祈求弥勒祖师、弥勒祖弥勒师、祖师、南海古佛、南南海海古古佛、佛、济公活佛、济公济活佛、公活佛、月会菩萨慈悲做主，月会月会菩萨菩萨慈悲做主，愿弘毅伟前贤愿愿弘弘毅为毅为前前贤贤，往生西方弥勒净土，往生西往方生西方弥弥勒勒净净土土，，回归老母怀抱，回归回归老老母母怀抱，怀抱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愿生愿弥生弥勒勒净土净土中，中，莲开遍见慈尊容，莲莲开开遍见遍见慈慈尊尊容，容，即得不退无上道，即得不即得不退退无无上道，上道，在水菩萨下阎浮。在随在菩随萨下下阎阎浮。浮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勒尊尊佛，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南无无当来下生弥勒尊尊佛，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南无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勒尊佛。感谢佩前贤、感恩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坛主、各位前贤、后学，晚上导读到这边，感谢大家，感谢慈悲。感晚安谢西马前贤今天为我们导读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哦，很优秀，前贤晚安。谢谢一为诵经回向，谢谢感恩。感恩感恩，感恩陈老板慈悲，感恩很优秀的前贤慈悲，感恩后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王前贤晚安。